我係8年班靈性教室嘅 Miss Jane。今次我哋講下九運同阿列曼。今日等我哋講下九運。大家都講得好實，今年9月就會開始地球嘅多事之秋。似乎嗰啲預言家並唔想製造恐慌，但係確實有邊個聽完之後唔恐慌呢？咁人智學嘅角度，我哋又點樣睇呢個九運呢？恐慌來自我哋睇唔到未來，而阿列曼呢個系列，我想帶大家展望更遙遠嘅未來。我想讓大家睇見嗰個充滿希望嘅未來，咁樣大家就唔需要恐慌。與其將能量用嚟恐慌，不如切實睇下終極未來到底係乜嘢嘅模樣，然後我哋先至知道我哋而家到底要做啲乜嘢。面對災難，我哋一定會思考到底人生有咩意義呢？所以九運面前，我哋唔能夠唔揾出呢一個答案。呢一個系列會由人類做咩要投胎開始，將人類進化嘅概念帶入嚟，我哋先至能夠睇到目標，我哋先知道而家到底要做乜嘢。人類進化嘅概念喺人智學裏面並唔係話人類幾時開始直立咁片面。對於人類嘅進化，我哋唔能夠唔從靈性嘅角度去理解。點解人類係有靈性嘅呢？我哋嘅靈性發展將會係一條點樣嘅路呢？平時我 Miss Jane 為大家帶嚟零零星星嘅靈性概念，今次我哋宏觀一啲。等我哋睇下人類靈性進化嘅大 picture， 所以我為九運呢一個話題製作咗阿列曼嘅系列，幫助大家更目標清晰咁樣進行靈性發展。